靜默也揮發着餘香，原來情動正是這樣。今日蘇師傅分兩集講一講福英館同風火苑搭紅過教嘅區別。先講福英館。今日有新學弟子嚟過教啊，專登返師傅館口扶壇嘅。響呢一個空間，你估想攞部手機出嚟拍嘢咁簡單嘅一件事啊？見唔見呢一個牌啊？要官方授權先至可以喺度拍攝嘅。六壬福英館過教嘅儀式叫做搭紅過教，響壇前接一條長紅出嚟，搭響弟子嘅腰咧、膊頭同埋後頸呢啲唔同嘅位置，過諸如宗教、大教、三山教。記住喎，呢條紅千祈唔可以抌落地下㗎。傳教師傅會響壇前攞一炷香俾弟子，用雙手夾住。司龍面三小六交戰，六壬為尖座，且命萬法事，二散法茅散法去，二散大學來咗問我個責，唔頓做來六壬法去。然之後再問杯。講到搭紅過教問杯呢度，真係要講多兩句啦。福英館宗教大教師傅問杯係將個聖杯抌落地下嘅。過到三山教問杯嘅過程之中，個傳教師傅係要含住個聖杯，然後掠翻出嚟問嘅。呢一個環節就叫做神教套決啦。問完杯之後，師傅會響壇前用筆嚟封利嘅。嗱，真係唔係認鳩屎，相信上到電視台又去埋電台做嘉賓嘅師傅真係唔多。嚟我度掛號之前，想知道我有幾大名，求其揾個搜索引擎揾下，全部知道晒。